台北市有一间国小，去年的10月，有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和中年级的学长集体甲拍。学校一开始是认为讲，迄是学生咧滚凉，但是被害的学生手骨断去，家长来指控，讲问老师，老师是一声唔知，百声无代，啊，护士嘛，敢若帮囡仔打这个 OK 棒尔尔，家长质疑，这个校园的安全系统拢是假的。伫国小运动场的边仔，一群中年级的学生做伙伫遐杀来杀去，甚至阁起脚踢人。有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囡仔雄雄出现，看起来想要做伙耍，抑毋过伊先好两个中年级的学兄姐，一人掠一边，安尼伊两开了后，又阁学姐暗领零咧害倒在地，伊这个学生囡仔徛了后，因为被害倒去，所以讲呢，出脚就踢这个中年级的学姐，结果呢，互人一直虐去到边仔，甚至有3、4个中年级的学生嘛虐过，就敢若是这个时阵红牌。衣服好像是被脚踩，看他洗澡，肩胛骨整个玻璃肿大。小孩子回来跟我讲，他不想去学校，才3个月去学校就发生这件事情。这件代志发生伫去年10月，过顶天家长就去学校，抑过完全无看到画面，一直到通报1999，才总算看到案发过程的影片，而且是伫家长报案了后，学校才通报校安系统。过要半个月啊，无结果，家长才找议员订正。班级老师说不知道，他只贴了一个 OK 绷。我觉得学校的 SOP 是不完整的。学校的健康中心毕竟是护理师，他不是医师，好，所以说在减伤的这个部分呢，确实那一个第一时间没有去发现。教育局已经接到通报处理，希望讲会使协调双方家长做进一步的沟通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